每一天，无输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19，马太福音6章14到15节安尼讲：恁若赦免人的过失，恁的天父嘛会赦免恁；恁若无赦免人，恁的天父嘛袂赦免恁的过失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赦免人的过失，也就要赦免阮的过失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愿存着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因为你是审判全地的主。你监察人的心，无一项会通你稳重。主啊，你无怜悯甲慈爱，却赦免阮的罪孽，医治阮破碎的心。主啊，我要深深毋离献上阮的懊恼甲感谢。主啊，阮心灵济时，阮的心刚硬，无容易放下别人对阮的伤害，常常扣分埋怨，直到无了舍。主啊，求你互阮合适基督的疼，亲像伊伫十字架顶为受敌代祷一样。求你互阮会晓通了舍伤害阮的人。因为你也是安尼赦免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